眾朋友，歡迎返嚟每個星期嘅節目 Cas 智慧生活放鬆，我係主持人 Lily Chan。Cas 咧係華人服務社嘅簡稱，我哋每集咧都會搜羅最新嘅市場資訊，亦都會請嚟有份量嘅嘉賓同我哋分享唔同主題嘅生活智慧，務求令到大家嘅生活更輕鬆、更精明。咁咧，今日我哋嘅話題咧就比較特別嘅。咁啊，其實我哋睇到咧，全球嘅人口老化加劇啦。咁好多時啲傳媒咧都會報道咧有一個名詞就叫空巢老人。咁其實空巢老人咧，亦都係代表咗獨居老人。咁而佢哋嘅數字咧，亦都係不斷增長嘅。咁啊，亦都成為咗一個唔容忽視嘅社會問題啦。咁我哋今日咧好榮幸咁請到李超浩醫生教授，而佢亦都係 Cas 華人服務社嘅主席。李教授，歡迎你啊！係，你好，Lily。咁咧，我哋咧近年咧，其實都成日聽到空巢老人呢個名詞。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名詞嚟，同埋點解會有呢個社會現象咧？所謂空巢咧，大家都可以咁樣去睇啦嚇。大家都知道嗰啲鳥類咧，即係嗰啲雀咧，佢哋生咗蛋之後，跟住孵化啲蛋啊，然後咧就會即係不辭勞苦咁去捉嗰啲各種嘅食物俾嗰啲佢哋啲 BB 雀嘅。咁喺即係餵咗佢哋好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嗰啲 BB 雀咧，佢哋嘅羽毛就即係一路開始生啦，跟住咧就成長咗之後咧，佢哋就飛走噶啦，即係拜拜都唔講聲嘅。媽媽可能出去揾食，跟住佢哋翻到嚟，佢哋已經飛走咗咁。咁個巢咧變咗個媽媽翻到嚟，個雀媽媽翻到嚟見到個巢咧就空咗，咁所以叫做空巢 （empty nest） 就唔解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下，如果擺喺人嘅即係人嘅範疇裏邊咧嘅概念咧，就差唔多係咁樣嘅，就係自己嘅子女大晒啊，可能係要去其他地方讀書啊，或者其他城市度工作啊，或者係結婚，自己有自己嘅家啊，即係唔可以再住喺屋企啊咁。咁變咗咧，嗰個屋咧。個屋企咧就突然間即係空晒。譬如有啲即係家庭比較大，可能係一間獨立屋，跟住有5間房咁樣，咁咁多年咧，啲仔女都即係塞滿晒間屋咁，突然間就佢哋會發覺即係咁多房都空晒咁樣，得返自己可能自己兩老啊咁樣，或者即係統計上嚟講咧，男性嘅壽命就冇女性咁長，咁所以好多時咧，女性咧就變咗係自己孤獨咁樣，即係得返自己一個喺個所謂空巢裏邊啦。咁呢個都真係一個又現實又無奈嘅社會現象啦。因為而家好多人仔大女大，咁可能都會離開屋企，亦都尤其是後生嘅年青人都好嚮往自由。咁所以咧嗱，我除咗聽到即係報道上有空巢老人呢個字咧，亦都聽到有第二個一種新嘅病徵，佢就叫做空巢綜合症啊。咁啊，都係通常發生喺一啲空巢老人身上嘅。咁啊，阿李教授，不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啲咩症狀，同埋點樣避免會發生呢一個問題咧？空巢綜合症或者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空巢症候群啦嚇。咁嗱，大家都知道綜合症或者症候群咧嘅意思就係話好多唔同嘅症狀咧係喺埋一齊嘅。譬如好似話代謝症候群，咁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啦嚇，因為好多代謝症候群繼續惡化就會變成第二類型糖尿病。咁所謂代謝症候群咧，咁就係話嗰啲人有三高啊，咁所謂三高就係血壓高啊、血糖高啊、同埋嗰個血脂肪高啊咁樣啊，咁變咗係幾種問題一齊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個空巢症候群咧，既然有症候群呢三個字咧，亦都係指症狀咧係嗰啲疾病咧係有幾種一齊嚟嘅。咁呢啲症狀咧，包括係譬如好似感覺內心空虛啊，容易有抑鬱啊，或者焦慮啊，甚至係成日頭痛啊，食慾不振啊，睡眠即係瞓覺瞓得唔好啊咁樣，呢啲全部咧
都係呢個所謂蜂巢嘅症候群嘅一啲症狀嚟嘅。其咁實對於女性嚟講咧，呢個佢哋更加容易有蜂巢症候群嘅出現。點解咧？原因咧就係因為女性咧好多時咧就係即係生咗仔女之後咧，佢哋就會即係辭咗份工啊，全職喺屋企做媽媽啦，照顧仔女啦，變咗佢哋同仔女嘅關係咧係比爸爸咧係更加緊密即係啲啊，緊密啲，係冇錯。咁喺嗯。咁嘅情況之下，變咗咧，佢哋嘅仔女離開咗咧，對佢哋嚟講咧，佢哋突然間係會嗰個空虛感咧，係比爸爸係仲要大啲嘅。咁所以喺女性嚟講咧，係特別容易有蜂巢症候群呢啲咁嘅現象出現嘅。哦，咁真係值得關注喎。因為嗱，我以我所見到咧，其實如果一個人長時間情緒低落啊，對身邊事物都唔感到興趣，咁啊可能會變得越嚟越少出街，越嚟越少揾朋友，咁啊結果就成為一個惡性嘅循環。咁李教授，你覺得如果我發覺到我屋企人有少少呢個咁嘅現象啊，咁你會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其實咧，每一個人咧都應該要準備，即係為呢一個準備。即係大家都知道，始終我哋嘅年齡咧一路越嚟越大啦嚇，人嗯始終會老，自己嘅仔女咧始終會成長，始終會即係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啊，自己嘅家庭啊，咁佢哋始終都會離開，咁變咗呢個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嚟嘅，即係必定會經過嘅階段嚟嘅。唔冇錯。係話有可能唔經過，係一定會經過。咁所以咧，唯一嘅方法咧就係做好準備。咁有咩準備可以做好咧？就係嗱，首先咧，即係對於子女嘅教養方面咧，就盡量係幫助佢哋培養一個獨立同埋即係可以獨立自主去解決問題嘅能力，千祈唔好即係令到佢哋做嗰啲所謂叫媽寶啊，即係變咗好似香港人叫嗰裙腳仔啦嚇。咁哦。成日黐住媽媽，個媽媽乜都幫佢做足晒即係今時今日嚟講，我聽到譬如有啲年輕人咧，甚至去見工咧，媽媽都陪埋去嘅。係啊，我都聽咁講過。係啊，其實咁樣咧，對於遲啲蜂巢症候群出現嘅時候咧，嗰個情況係更加惡劣嘅。點解咧？因為咧，你冇培養，而且你係知道自己係冇培養自己嘅細路仔有獨立嘅思考、獨立解決能力嘅解決問題嘅能力，變咗咧，佢哋離開屋企之後咧，你就好擔心啦。因為咧，你知道佢哋係缺乏呢啲咁嘅技能，咁所以咧，你個擔心咧就會造成嚴重嘅焦慮啊，同埋甚至係會出現嗰啲即係抑鬱啊咁樣呢啲咁嘅情況係會更加嚴重嘅。咁所以咧，由子女教養開始咧，就已經係準備定有朝一日佢哋離開屋企，你點樣去即係做好自己嘅心理準備？千祈唔好等到嗰時先至發覺，哎呀死啦！佢呢樣又唔識做，嗰樣又唔識做，即係出到去又如果譬如出去另一個城市工作，自己又唔識煮飯，又唔識，甚至連去超市買嘢都唔識咁樣，你就即係唔擔心死都就假啦嚇。咁所以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子女教養。跟住咧就係生活嘅規則，咁提早咧諗定，如果自己離開屋企嘅時候咧，你自己嘅生活內容係點樣去安排？譬如你諗定有咩課程係可以參與啊，或者係有咩個人嘅興趣係值得去培養啊，點樣經常同朋友聯繫啊，或者去做義工啊，參與多啲社區嘅活動啊，識多啲。即係識翻一啲新朋友啊，重新揾翻自己對生活嘅熱情啊，同埋即係幫助自己咧，將嗰個專注咧由自己嘅仔女
轉移到自己嘅下半生嗰個質量嘅生活。冇另外錯，咧就係要有個正確嘅態度啦。當子女離家之後咧，女性面對嘅就係可能係同個配偶一齊咧，即係同老公一齊啦，或者正如我頭先所講，男性佢哋嘅壽命比女性短咧，咁所以咧女性有好大機會咧係會獨居生活嘅，即係空巢嘅時候，仲加埋配偶係過咗身啦，咁就會獨居嘅生活。咁喺呢個時候咧，心態咧就應該將個空巢期嘅空虛感咧，視作為一種轉機。如果配偶喺度嘅話咧，就係諗下點樣去即係呢個轉機點樣去俾自己多啲機會咧，同自己嘅伴侶咧重啟過去因為需要照顧仔女而暫停咗嘅人生規劃，譬如好似去環遊世界啊，去嘅地方旅行啊咁，即係要準備好自己一個心態係積極嘅心態啦，正面即係多啲正能量嘅心態咧，點樣去開啟人生嘅下一階段嘅里程。另外咧，亦都十分重要嘅咧，就係要維持健康啦。因為如果你即係有個空巢，特別係如果你係獨居，再加埋冇咗健康嘅話咧，咁你就慘啦，即係直情好似困住喺一個冇辦法逃脫出嚟嘅環境底下，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有適當嘅體能啦、健康嘅狀態啦，保持一定嘅活力啦，先至可以開開心心咁樣去邁向人生嘅下一個階段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做定期嘅身體檢查啊，飲食要健康啊，要做運動啊，避免體重過高啊，咁樣咧都係十分重要嘅。哇！真係一個好好嘅建議啊，李教授。咁我記得上集咧，我哋都討論過咧，發覺如果一個長者能夠多啲參與社區活動，甚至乎做義工咧，其實唔單止能夠即係提升佢哋嘅活動能力啦，又可以擴闊佢哋嘅生活圈子啦。咁真係係非常之重要嘅。不過嗱，如果我亦都咁睇咧，因為長者嚟講咧，有部分仲有活動能力，咁啊當然佢可以去下旅行啊，同先生計劃一下下一個人生係點樣做啦。咁但係如果對於一啲行動唔方便，甚至乎起居飲食都需要被照顧嘅長者，咁你會覺得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嗱，喺澳洲嚟講咧，如果一個長者佢行動唔方便，即係自己唔可以照顧到自己，有唔同層面啦嚇，或者佢可以足夠能力照顧自己，但係唔可以打點屋企，譬如做家務啊、清潔啊咁樣咧。澳洲政府咧就會提供一啲資助啦，或者如果你係即係高收入人士，退咗休仍然有譬如有屋收租啊，有足夠嘅錢啊，足夠嘅存款啊咁樣。咁澳洲政府咧就可能即係唔會話為你提供咩嘅補貼，但係無論自費又好，政府補貼又好咧，澳洲咧係有一啲特別嘅長者家居嘅照顧服務嘅。咁譬如華人服務社咧，亦都係喺呢方面咧提供好多長者家居嘅照顧服務嘅。咁每個星期咧，華人服務社係為7000個家庭咧，係差唔多7000個家庭咧係提供呢啲服務嘅。咁所以呢服務嘅範圍好廣啦，譬如完全係視乎你嘅需要嘅，即係政府有專人去做一啲評估嘅，睇下你邊方面係有需要。就喺嗰方面咧，政府就會安排咧，即係安排，譬如好似安排華人服務社或者其他嘅服務機構咧嚟到提供個服務啦。譬如你需要屋企有人做清潔嘅，咁佢哋華人服務社可以派人嚟每個星期，譬如2-3次咁幫你做清潔啦，或者有啲比較即係嗰個情況比較差啲嘅，即係連自己都照顧唔到嘅，咁甚至可能係需要有人幫你沖涼啊，或者係幫你
食藥啊咁，即係每日3次食藥咁，到時到後有人嚟幫你呢一方面啊咁。總之有咩嘢需要，政府評估咗，知道你需要嘅地方係咩嘢，就會提供嗰啲各方面。咁呢一個就係屋企家居裏邊有 home care service。另外咧，如果真係即係身體狀況再差啲，真係冇辦法照顧到自己，特別咧，如果子女亦都可能係冇足夠嘅能力照顧到你，或者係佢哋屋企或者工作嘅原因啊，佢哋亦都冇時間好好咁照顧到你，咁咧就應該係可以考慮入住嗰啲頤養院啦。哦，我都見咧市場上咧都有好多頤養院俾一啲長者嘅。咁但係如果作為照顧者或者我本身需要住啦，咁其實我喺選擇方面需要有啲咩嘅注意事項咧？其實咧喺選擇方面咧，要注意嘅事項好多啦嚇。咁但係咧，任何呢啲選擇咧，最初都係需要政府評估嘅，因為咧你要知道，政府要知道你嘅需要係乜嘢，需唔需要政府嘅資助啊、政府嘅補貼啊咁樣。咁而譬如好似嗰啲，就算係頤養院咧，亦都有一啲獨立嘅，即係可以獨立居住嘅單位啦。你係即係俾嗰啲比較健康啲嘅老人家啦，咁佢哋係即係獨立咁居住。如果身體狀況差啲嘅，就會係即係直情係住喺嗰啲養老院裏邊啦嚇。咁喺中國人嘅觀念咧，就係話即係好多時就唔想爸爸媽媽入嗰啲老人院嘅，因為咧話覺得好似唔理佢哋，抌咗佢哋個老人院咁啊算咁樣。其實咧千祈唔好咁樣諗，因為咧老人院所提供嘅服務咧係專業嘅，變咗咧係可以確保你爸爸媽媽老年嘅生活咧能夠個質量能夠更加高。咁亦都有啲人咧老人院或者頤養院裏邊咧，最主要咧就係我哋上一集有提過，就係有社交嘅機會啊。如果缺乏咗社交機會咧，咁咧就老人痴呆症啊或者衰退方面咧就會加速㗎。咁所以如果你唔想你爸爸媽媽加速痴呆啊、加速衰退啊、加速死亡啊咁，擺佢喺老人院咧，你仍然可以經常去，即係同佢出去飲茶各方面嘅交流，即係唔好諗住話自己係抌咗爸爸媽媽入老人院就算，你仍然可以即係去接觸佢哋服侍佢哋，但係咧你就多咗一層即係你爸爸媽媽會多咗一層照顧，令到佢哋嘅生活嘅質量係提高嘅。咁另外有啲人咧，佢哋就擔心，譬如好似好多時嗰啲新聞嘅報導啊，邊啲老人院係即係虐待老人啊咁樣啊。咁最近香港都有出戲啊，係即係有咁樣嚇。咁當然我唔可以話所有喺澳洲嘅老人院都係絕對係好㗎啦。不過咧，起碼我知道華人服務社咧嘅服務咧係極之好嘅。原因咧就係第一，我哋澳華醫學會咧觀察咗咁多年咧，就發覺華人服務社真係用個心去服務人群嘅。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我個人咧係極之厭惡或者極之憎恨嗰啲即係虐待老人或者即係不公義嘅情況出現嘅。咁而華人服務社咧，我係親自去監督嗰個服務嘅質量嘅。咁變咗咧，我係絕對唔會容忍有咁樣嘅事情出現。即係如果有咁嘅事情出現咧，我要保證嗰個職員咧，即
即係冇翻身嘅機會。我都相信呢一個而家係大家好關注嘅問題。咁啊喺華人服務社旗下，相信有李教授嘅監管咧，就更加有質量同埋專業嘅保證啦。咁嗱，我相信聽得我哋呢個節目嘅都係一啲即係可能聽懂華人啊嘅華人嘅比較多啦。咁其實你覺得啊，如果係入住華人服務社，咁佢哋嘅頤養院入邊喺飲食啊或者活動方面，都會唔會特別係會即係就翻即係唔同嘅文化背景嘅人嘅咧？係啦，冇錯，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因為咧最近咧有一個研究咧，其實唔單止一個研究，有好多研究發現咧，當一個人佢嘅年齡大咗，即係進入老年嘅階段嘅時候咧，佢哋咧都會即係會希望會感覺更加親切咁樣去翻以前嘅。即係換句講，如果中國人嚟講咧，會覺得食翻以前嘅食物啊，即係特別好似貼心一啲啊、暖心一啲啊咁樣嘅。咁食物對於老人家嚟講咧，原來咧係一個十分重要嘅因素，即係令到佢哋個生活嘅質量高唔高啊、開唔開心咁，係一個十分重要嘅因素嚟嘅。即係啲研究證實咗。咁所以咧，中國人就希望可以食翻中國嘅傳統食物啦。意大利人亦都係一樣啦。各種民族咧，佢哋年紀大咗之後咧，都係希望可以食翻佢哋即係可以有一啲職員咧係用佢哋嘅語言同佢哋溝通，食嘅嘢咧係食翻佢哋以前一向食慣嘅嘢，而唔係突然間要佢哋年紀咁大，仲要再重新去適應啊咁樣。係啊，我都覺得好重要。咁尤其是如果譬如話，譬如華人嚟講，可能你最中意嘅活動係打麻雀嘅，咁佢都寧願有機會可以同識嘅人打下麻雀，做翻自己即係文化背景相同嘅嘢咧，我相信都會特別開心啲嘅。咁另外咧，李教授，我想問下咧，你覺得咩即係時候就開始覺得需要穩定一個頤養院咧？即係去到一個人生咩階段，或者身體咩狀況下，就開始要準備定咧？其實好多時咧，當你去到65歲或以上啊，咁特別如果你身體係即係有好多毛病啊，譬如一向有高血壓啊、高膽固醇啊、肥胖啊、心血管病啊，咁呢啲咁嘅問題咧，都會令到你嗰個即係年紀大之後咧，令到你嗰個健康係急轉直下嘅。咁譬如尤其是心血管病啊咁樣啦，你可能突然間心臟病突發或者中風，令到你嗰個身體健康突然間差咗，即係打咗個5折咁樣。咁本來你諗住話好退咗休，諗住可以去環遊世界，咁突然間嚟一個中風，咁跟住乜嘢都即係自己嘅健康乜都冇晒咁樣。咁所以咧，當你年紀有翻咁上下咧，就開始要諗呢一方面啦。你即係可能覺得暫時唔需要，但係起碼譬如好似聽而家我哋呢個節目咁樣啦，對呢方面咧認識咗先。咁認識咗之後咧，你萬一需要嘅時候咧，變咗你起碼手頭上已經即係有個概念，需要知道要做乜咁樣。冇錯啊。咁到時咧，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咧，起碼喺網上面啊，或者去我哋華人服務社，我哋都會提供到好多相關嘅資訊俾各位朋友嘅。非常感謝咧，李教授今日咧為我哋帶嚟寶貴嘅資訊啦。咁希望咧今日嘅資訊咧能夠幫到我哋嘅聽眾啦。唔該晒你啊，李教授。好啊，多謝大家，拜拜。好，拜拜。